和你讀聖經。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用順口溜記一張靈命記性漸增長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箴言第28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義人膽壯像獅子，惡人遭禍受懲治。開始讀經前，一起祈禱，感謝天父讓我有讀經的時間，求聖靈加添能力遵行你的旨意，求耶穌赦免我所有的過犯，禱告奉耶穌名求阿門。今天讀箴言第28章。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，義人卻膽壯像獅子。邦國因有罪過，君王就多更換；因有聰明知識的人，國必長存。窮人欺壓貧民，好像暴雨沖沒糧食。遺棄律法的誇獎惡人，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相爭。壞人不明白公義，唯有尋求耶和華的，無不明白。行為純正的窮乏人，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。謹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與貪食人作伴的，卻羞辱其父。人以厚利加增財物，是給那憐憫窮人者積蓄的。專意不聽律法的，他的祈禱也為可憎。誘惑正直人行惡道的，必掉在自己的坑裏；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富足人自以為有智慧，但聰明的貧窮人能將他查透。義人得志有大榮耀，惡人興起人就躲藏，遮掩自己罪過的必不通。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，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，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裏。暴虐的君王轄制貧民，好像哮叫的獅子覓食的熊。無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貪財為可恨的必年長日久。背負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裏奔跑，誰也不可攔阻他。行動正直的必蒙拯救，行事彎曲的立時跌倒。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，追隨虛浮的足受窮乏。誠實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發財的不免受罰。看人的情面乃為不好，人因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。人有惡眼，想要急速發財，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。責備人的後來蒙人喜悅，多於那用舌頭諂媚人的。偷竊父母的說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與強盜同類。心中貪婪的挑起爭端，倚靠耶和華的必得豐裕。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，憑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周濟貧窮的不致缺乏，揚為不見的必多受咒詛。惡人興起人就躲藏，惡人敗亡義人增多。讀經完畢。為着要大家記得第28章的大綱和重點，請讀一次。義人膽壯像獅子，惡人遭禍受懲治。若果大家對以上14個字有更好建議，歡迎留言指教。結束祈禱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賜我記性，記得以上經文的重點。義人膽壯像獅子，惡人遭禍受懲治。又要勤讀聖經，以致能夠應用在日常生活中，抵擋那些似是而非的問題，不被世上荒謬言論迷惑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。希望能夠每天和你一起讀聖經、記聖經，一起與神親近重溫。第26章，愚懶的人要畏戒，無人傳舌關係街。第27章，智慧人維繫人倫，遠親不如好近鄰。第28章，義人膽壯像獅子，惡人遭禍受懲治。想一想，為何義人會膽壯像獅子呢？